由橘子關懷基金會推動，對2023年開始舉辦安鬥陣超級馬拉松，今年已經邁入第4檔。17號下午，基金會佮農業部林業保育署以及台南市體育局佮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共同召開活動記者會，宣布17號暗時將對台南來開跑。橘子的這個安鬥陣的超級馬拉松的這個賽事呢，是一場極為這個挑戰極限的賽事。那這4年來呢，我們規劃在山海郡國家這個綠道呢這個賽事呢，剛才像主持人所講的，我們從這個賽道的丈量，然後這個申請國際賽事的這個認證。那我們也邀請國內外的頂尖的這個超馬的選手來參加。那在這個地方呢，這個賽事可以辦得成呢，我要非常感謝這個林保署，還有台南市市政府，還有嘉義縣縣政府給我們大力的支持，才能夠讓基金會呢可以透過橘子的安鬥陣的這個才能夠達成這個超級的馬拉松的賽事，然後同時也讓世界看見了台灣的冒險文化。這場馬拉松的賽道一直連接大港內海到玉山界北的山海圳國家綠道維拉島，全長177公里，總身高達到6000過47公尺。今年除了延續177公里，精英組的邀請制，總共有48位國內外頂尖的跑者來參與挑戰。另外，還閣增加82公里的挑戰組，號召跑者跨出超馬的第一步。橘子安鬥陣超級馬拉松除了經過山海圳國家綠道，沿途還閣親入嘉義阿里山的祖族傳統的部落。為了表達對土地文化的敬畏，開賽進前，主辦單位嘛特別邀請祖族的長老來到現場舉行祈福的儀式，向着神靈來祈求選手會用的平安順利，展現冒險的精神，佮着在地傳承有閣較深的用力。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